大家好，我係 Anna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本我覺得好多香港人都應該睇，而且睇完之後會有好大啟發嘅書《富爸爸窮爸爸》。呢本書作者係 Robert Kiyosaki，佢透過自己兩個爸爸嘅故事，用好多生活例子，講咗好多關於金錢同理財嘅深刻道理。我睇完之後，覺得裏面有好多內容值得慢慢同大家分享。一開始，Kiyosaki 就講自己有兩個爸爸，一個係自己親生爸爸，叫做窮爸爸，佢係政府高級官員，讀書非常厲害，有碩士學位，工作穩定，但一生都為錢而煩惱。另一個係佢好朋友嘅爸爸，叫做富爸爸。雖然讀書唔多，但係一個成功嘅生意人，最後成為非常富有嘅人。兩個爸爸都好愛佢，但係佢哋對金錢嘅睇法同教法完全相反。Kiyosaki 9歲嗰年，有一次佢想買一架玩具車，但窮爸爸話：我冇錢買俾你。富爸爸就話：點解唔自己搵錢買？於是富爸爸之後俾咗一個任務佢同埋佢朋友，就係去執啤酒罐賣錢。呢個係 Kiyosaki 人生第一次做生意，雖然最後只係賺到幾蚊，但富爸爸就用呢件事開始教佢金錢嘅知識。書入面最重要、最核心嘅概念就係資產同負債嘅分別。呢一部分我會詳細同大家解釋，因為好多香港人都容易混淆。富爸爸教 Kiyosaki， 資產係會將錢放入你袋入面嘅嘢，無論你有冇工作，資產都會持續幫你產生收入。例如好似係可以出租俾人收租嘅樓，會派息嘅股票，自己嘅生意、知識產權、自動販賣機等等。重點係資產會生錢，負債就係會將錢從你袋入邊抽走嘅嘢。即使你有工作，負債都會不停消耗你嘅現金流。例如自己住嘅樓，因為要供款啦、豪華汽車啦、名牌包啦、分期付款嘅電子產品啦，甚至係一啲只係用嚟炫耀嘅物品，都係負債。好多香港人最容易混淆嘅地方就係以為買樓就一定係資產，但係富爸爸會問你一個問題：呢一樣嘢有冇將錢放入你個袋入邊啊？如果你買咗一層樓自己住，每個月要供樓、交管理費、交差餉，咁呢個其實係負債，因為佢不停抽走你嘅錢。但係如果你買咗一層樓出租，每個月收租之後，扣除供款同費用，仲有剩餘現金流入袋，呢個先係資產。同樣地，一架私家車通常係負債，因為佢會不停跌價，要加油、保養、泊車。但係如果你買車做 Uber 或者租俾人，佢就有機會變成資產。富爸爸仲用一個好生動嘅比喻，叫老鼠賽跑。好多人一生都困咗喺呢個賽跑入邊，努力返工搵錢，用錢交租、供樓、食飯、買嘢、養車，之後又要繼續返工搵更多錢，永遠都係錢追住自己走，出唔到個圈。而真正富有嘅人會專注建立自己嘅資產系統，等資產慢慢幫自己賺錢，即使佢唔返工，錢都會自動流入嚟。Kiyosaki 仲分享咗自己長大後第一次投資失敗嘅故事。當時佢同朋友聽到有人話一塊地皮好平，就好興奮，一齊買落去，打算開發成停車場收錢。佢哋當時覺得自己終於開始建立資產，好開心，仲幻想將來可以有穩定收入。但係現實好殘酷。地皮雖然平，但係位置偏僻，冇人租，之後仲要繼續交稅同埋管理費，結果呢個資產變成大負債，每個月都要貼錢出去。Kiyosaki當時好灰心，
覺得自己好失敗，甚至懷疑富爸爸教佢嘅嘢係咪錯。富爸爸知道之後，就用呢件事好好教咗佢一課。佢話失敗係最好嘅學習機會，你今次唔係輸咗錢，而係交咗一筆學費。你學識咗點樣分析現金流、市場位置同風險管理，下次投資之前就會更加小心同有經驗啦。呢個失敗經歷令 Kiyosaki 明白，投資路上一定會有失敗，但最重要係從失敗中學習，而唔係因為怕失敗而永遠唔敢開始。書入面仲有個好重要嘅概念，叫做財務象限圖 （Cash Flow Quadrant）。Anna 覺得呢個圖係全書最值得大家慢慢理解嘅部分，所以我想詳細同你分享下佢講咩。Kiyosaki 將所有賺錢方式分為4個象限，形成一個大正方形。左上角係 E 象限，E 即係 employee 打工仔，佢哋靠老闆俾薪水生活，最大優點係穩定，有固定收入，有醫療福利。但係最大缺點係時間同收入被綁死，你唔工作就冇錢，而且人工有上限。左下角係 S 象限。S 即係 self-employed， 自己做老闆，佢哋包括醫生、律師、設計師、freelancer 等等。表面上係自己做老闆，但其實仍然係用時間換錢，你唔做嘢都係冇收入。右上角係 B 象限，B 即係 business owner， 生意擁有人，佢哋擁有系統同團隊，即使自己唔喺度，公司都可以繼續運作同賺錢。右下角係 I 象限，I 即是 investor， 投資者，佢哋靠資產同投資產生收入。最理想嘅狀態係你唔使每日返工，錢都會自動流入你個袋。左邊兩個象限 E 同 S 最大嘅問題係你用時間換錢，時間有限，所以收入都係有上限嘅。右邊兩個象限 B 同 I。最大嘅優勢係你建立系統同資產，時間就可以被放大，所以收入可以無限增長。Kiyosaki 唔係叫大家即刻辭職轉去 B 或者 I 象限，而係建議大家可以一步一步咁轉化。例如，你可以一邊打工，一邊利用晚上或者週末開始做小生意，或者一邊打工，一邊學習投資。當你建立咗穩定嘅現金流之後，就可以逐漸減少對 E 象限嘅依賴。其實香港好多成功人士都係由打工仔開始，之後一步步建立自己嘅資產同生意系統。書入邊有幾句我覺得好重要，值得反覆思考嘅句子：窮人為錢工作，富人讓錢為自己工作。資產將錢放入你口袋，負債將錢從你口袋抽走。學校教你點樣揾錢，但冇教你點樣管錢同投資。Anna 覺得呢本書好適合而家嘅香港人睇，尤其係打工仔同年輕朋友。如果你想對金錢有更清楚嘅認識，想擺脫老鼠賽跑，呢本書係一個非常好嘅起點。你而家覺得呢？你平時係窮爸爸思維定富爸爸思維多啲？你最想改變邊樣關於錢嘅習慣呢？歡迎留言同 Anna 分享，記住幫羊駝讀書吧訂閱、like 同埋開啟小鈴鐺。下集我哋繼續讀另一本書。多謝你聽到最後，我哋下次見。